年半的时间就没了，情何以堪？我希望给我真相，给我真理，我不要让我的儿子死不瞑目嘛。从4月15号到今天的记者会之前，我们家属都没有接到任何一个国防部给我们家长做一个在军中发生了什么事的说明。难道要让一个中尉排长就这样枉死吗？我的儿子才30岁，从士兵志愿役一直到特战，经过了这几年的历练，他选择了260这个后勤单位。谁知道在那边从107年9月到职，才1年半的时间就没了，情何以堪？我希望给我真相，给我真理，我不要让我的儿子死不瞑目嘛。你叫一个厨师去当军官是有可能的事情吗？哦，这是一件事情。然后呢，再过来，他还要背执行，他一个人是做5个人以上的工作，然后就让他头脑跟我讲，他几乎每天啊，常常被责难，开会的时候都被骂菜牌，不然就是废物。然后他还要去那个后勤科的科室，去工作到凌晨2、3点。其实他同寝室的人都知道。除了这个之外，他还要在门口，一个军官在门口被罚站，情何以堪？我弟弟一个人要做5个人以上的工作，他的上司、下司还会联合整他。我觉得我们的国军269局这个真的是太可恶，甚至他的旅长来我们的商场，现在跟我讲说，我觉得有点倒霉，你弟弟发生这样的事情，会影响我们军中的士气。那我弟弟呢？我弟弟呢？他的生命没有了，你们要还给我吗？这就是269旅。我已经不想在这个世上了，不管你明天是怎么样，多美好，我不需要知道。所以这军方给我们为什么要发声？因为他都一直在打压我们真的家属，我们不发声，他以为这个事情就低空飞过。我们只是不希望我们的国军形象还被污蔑掉。我们的原因是在这里，在不得不的情况之下，我们间接找邱立委来协助我们，也是希望透过今天的这个记者会，能够把一些真相找出来，军中该改革的再来改革，也让我儿子纵使牺牲，能够前人种树，后人可以乘凉。